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有主嘅愛充滿，傳揚主恩。今日經文係帖撒羅尼迦前書3章12節，又願主叫你哋彼此相愛嘅心，並愛眾人嘅心，都能增長充足，如同我哋愛你哋一樣。今日嘅故事，世界聞名嘅尼亞加拉瀑布，每分鐘有50噸嘅水沖下。響1948年嘅3月29日，瀑布突然停止。聽慣水聲嘅附近居民對咁寂靜感到好驚訝，有人甚至以為可能係世界末日嘅信號啊！30個鐘之後，水流又恢復啦。呢個究竟係咩回事呢？原來同尼亞加拉瀑布連接嘅伊利湖嘅冰被颶風吹動，成噸嘅冰堵住咗尼亞加拉河嘅入口處，因此堵住咗個水流，一直到冰塊再度飄開之後，水流又再恢復啦。我哋一齊默想，神嘅兒女都係生命活水流通嘅管道，唔好讓冷漠、自私同埋成見堵住呢個生命嘅活水。願我哋天天成為神愛嘅出口，使更多人因為我哋得着祝福。今日就主動向一個家人、同事或者朋友表達基督嘅愛啦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天父，你係生命嘅活水，到你嗰度必永遠不渴。你愛嘅泉源也要在我哋裏邊湧流不息。我哋係何等嘅有福！主啊，幫助我哋有單純嘅信心同埋堅定嘅愛心，能夠彼此相愛，也有愛眾人嘅心。求你使用我哋做你流通嘅管子，將你嘅愛傳送出去，使接受你嘅人得福，而且有豐盛嘅生命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帖撒羅尼迦前書3章12節，又願主叫你哋彼此相愛嘅心，並愛眾人嘅心，都能增長充足，如同我哋愛你哋一樣。